来关心发布部的调查局有接到检举，讲有一间环保工程业者专门咧替百货公司的美食街，也有连锁餐饮店做废油的处理，竟然是违法发包予无牌厂商。这废油尾啊，拢互倒去水沟啊，也是下水道，严重污染环境。检方约谈15个人，负责人即马已经互收押。其中嘛发现讲，内底名单也有真出名的卤肉饭店、胡处长，伊嘛是委托这间来处理。 这台水肥车违规停伫咧红线，直接甲公安插入去水沟啊，马上就互地检署大动作查缉。因为这一桶一桶拢是收集的废油，有什么环保业者无另外处理，而且委托无牌的厂商，经一寡较偏僻的所在，直接排水沟仔底污染环境。针对不孝环保业者，自109年起，承揽部分医院或百货美食街、食品业者等费用于清除处理工作。 竟发包于无照厂商处理，且恣意排放至下水道，造成环境严重污染，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。台北市林地检署15指挥新北市调处兵分16所查，发现涉案的公司遥替有名的卤肉饭连锁店何处长清理废油，除了团伙姓董的头家，也找何处长姓洪的员工，总共10个人到案说明。检察官讯问后，认被告等人。 涉犯《废弃物清理法》第46条第4款，违法清除处理废弃物等罪嫌。其中某卫生工程行同性负责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伫即马市场的行情，食品的废油要清除，处理费一栋差不多3万。这间恶心的业者2栋只敢收3000到5000，3年来不法的获利超过3500万。伫姓侯姓董的业者升压。 其他分别以10万到50万交保候团，因那何处长也发声明，讲已经紧急换合格的厂商，也会配合司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